我話俾你聽，位啊！呢啲係食屎食着豆咧，唔飛得嘅馬嚟嘅。各位賽前節目嘅朋友，如果想睇到好嘅 tips 咧，一入嚟嘅時候咧會點讚嘅。今日咧你哋錯過咗好多 tips，咁啊抵死嘅。今日就我都講咗啦，蔡約翰啊、方家柏啊、呂健威啊、羅富全啊，呢啲都係啲投注對象。咁希望沈集成啊今日冇馬贏啦。我祈求佢，因為佢心底唔好，剁咗咁多馬迷嘅錢啊！你望佢得嗰啲又唔得嚇，唔得嗰啲又走晒上嚟啊，20幾倍啊！我冇講邊隻啊，我希望咋咁樣。練馬師王啦，呂健威36分，羅富全16分，應該係威哥羅啦。1、3、10、12，唔好咧，括弧翻隻11落去咧。班德禮啲真係食屎食腳豆啊，分分鐘。括弧11，君子傳承發財先鋒出邊11，爭啲勝隻中大啊！1、10、1、10，話晒中3重彩啊！係啊，11號16倍嘅喎。哇！3重彩1、10、1、10係13,296蚊。好，有馬拉出嚟睇馬先，1號君子傳承。上一次讚佢收身之後，騎落去仲有啦。今日啊，琴日到而家都唔係好多飛啊。而家有冇翻多啲飛啊？1號而家有翻啲飛啊，係咯，照計可以頂多鋪㗎。咁啊，睇下個馬身啦，仍然係收得好貼服啦。係啊，望一望火氣啊。如果個火氣係弱嘅話，咁你可能有其他馬揀啊。睇個身啊，成個神色啊。仲有啲剩啊，睇下打落去先知啦呢樣嘢。暫時啊，同上次睇冇乜大分別啊。因為呢場馬咧85分至60分嘅，所以佢又係84分，佢始終係孭翻個頂磅。但係佢其實已經升咗班嘅啦。咁係咪算計落去有啲着數咧？係嘅。好，2號話你知。我哋上一場估佢1800米會衝得好過2000米嘅，但係麥文堅嘅威力嘅，大家睇到啦。佢真係咁後生咧，其實幾忍得下噶啊！等到最尾出嚟，係啊，佢都幾有信心自己可以接起嘅，咁啊拉出嚟1、2都仲係對版噶。3號奔放呢場嘅大熱門，上一次係嚇死寶寶啊，佢頂個第2，咪今日拉出嚟高東尼一對咯，都仲係似樣嘅。琴日啲飛就仲係3號似啲嘅，但係始終咧對我嚟講咧都仲係孭住個大肚腩嘅。你睇下可唔可以幫阿蔡明少打破悶局啦？我自己個人都仲係覺得係有啲肥嘅，加上呢件彩衣啦，都係啲冇運馬主，咁佢係啱啱爆咗一場，不過都4號星環呢啲冇得轉倉啊，真係慘，完全都養唔到。你望下啲模式咧，考到 high season 啊，冇得轉倉。係啊，點解會養到啲馬冇色嘅咧？唔係一隻喎，頭先嗰隻，另外嗰隻星月飛雲亦都係嘅喎，一模一樣個版本出嚟嘅呢啲馬。我哋以前綁嚟咧唔會綁到咁嘅。我諗阿偉大應該又最近又轉過啲飼料都未定啊，聽埋啲咩營養師啊，可能煲飯食啊，要金山大米啊，唔係大麥啊。好，5號有熒光。通常你見到唔係應該係賽績上或者成個身形，我又唔覺得係2000米嘅馬嚟嘅，但係點解又增程上嚟咧？又係發呢個打比敗嘅夢，唔通應該係啦。冇威勢又冇氣勢嘅呢啲馬，算我睇漏眼啊！如果就有第2隻8號金剛就6號優才，睇下邊鋪俾你拖中啦。但係我都係長期攞住位率咁低嘅馬房同埋呢隻馬，我都長期都避噶。嗱，搏咗2鋪，係咪真係有搏咧？睇個樣咧，今日咧係好過上嗰2次噶。咁但係你自己都諗下，繼唔繼續擠佢落去啦7號愛心神區，最近嗰幾鋪靚翻晒嘅，但係跑落去冇嘢睇嘅呢啲馬，唔係輸得少嘅，得個樣靚咯。係啊，一去到200米嗰陣時，好似越追越近就係擠落去冇嘅喎。喂，琴日另外一隻呢個同心同行啊，成個 Racing Touch 啊，一路到夜晚黑都睇唔到佢啲片嘅。8號同心同夢啊，同心同夢係同床同夢又有用啫，同心同夢。跑完一場之後冇乜大改變啊，模式都仲係未嚟啊，加艾少禮跑，所以啲賠率都冇乜嘅。9號滿心星。啱啱贏完泥地，喂，呢隻有冇得發夢咧？佢又冇報名呢個4歲系列賽嘅，應該都點都發唔到夢啊！
咁起碼拉出嚟啦，仲係有上次跑泥地嘅好狀態啦，贏泥地都係唔係好可信啊？10號發財先鋒呢啲嘢咁嘅老馬咧，8歲啊，跑完之後你見到連跑之後，跟住仲可以跳到4課咧，其實係即係好好狀態，係啊，因為3個星期啱啱跑完，連續2次跑咗，跟住仲可以跳到4課咧，你見到拉出嚟兩雙圈啦，就係精神奕奕噶。即係梁家俊咧，你見到完全唔覺得失望啊！頭先嗰場馬，因為佢知道唔夠後邊嗰隻跑啊，如果咪有西口西面啦。11號火焰閃爍，上一場撞咗埋埲牆度，跑到第4啊！今日拉出嚟個狀態有提升喎，反而呢啲要諗下喎。班德禮照板煮碗飛出嗰個位跑喎，贏開有個光環噶嘛。儘管係面青青。有12號封神。幾人安又立起條韁繩啦，咁早已經立定綁定個列喺度。歐洲興係啊，歐洲啲韁繩會長啲啊，係啊，佢應該咧一出嚟已經揸到尾嘅。慣性你見到佢咁樣樣咧，佢應該係好有信心去搏命嘅馬嚟嘅。呢啲幾人安啲小動作嚟嘅，咁你信佢呢個小動作，執個一檔會唔會衝得近咧？係 fit 嘅隻馬，坐咗上去好似知道幾人安咁樣。成隻馬咧挺起咗啊！13號包裝戰士開始慢慢，唔係喎，14號先喎，青雲龍區開始慢慢知道點練點操啊！呢隻馬睇下今日發揮成點啦，輸唔遠嘅佢。上一次佢想擠前啲跑，但係實在做唔到嘅隻馬，死步頭。今日都有人睺下佢啊，係啊，因為有個3檔。但係你要諗，除非佢移到出嚟，如果喺裏邊捐嘅話咧。呢隻馬未必有隻風神咁靈活嘅喎，有進展揀唔揀就係你啦。咁包裝戰士唔知乜鳩練馬師嘅真係咁好嘅馬真係嘥晒，好彩執個14檔，佢真係嘥咗好多馬。兩雙圈你見到10、11、12啦，輕磅呢3隻咯。咁上邊究竟告東尼13點搞咧？有冇啲咩指示啊？13都強，因為對手弱嘛。今日方嘉柏冇乜喎，即係2號唔揀啦，係嘛？2號冇，係啦，冇嘅。而家我係諗緊13、10、11、12呢5隻嘅，咁啊2、13、10、12啦，係嘛？13、10、12。我見啊幾人安一上馬搞個年，我睇緊張，通常緊張啊！值唔值得搏咧？佢啲飛好強添嘛，係唔好咧，顧唔翻隻11落去咧。班德禮啲真係食屎食腳抖嘅分分鐘。括弧11。咁你睇落去告東尼一對嘅上一次個賽績好似係強啲。請問覺得14號有進步啊？你而家先打出嚟。有進步嘅，都入晒閘咯。佢其實係一個3檔，其實幫唔到佢多，除非今日佢搶到喺前面走嘅啫。但係上一次你睇佢跑啦，搶唔到啊！要你叫轉跑線，其實係難嘅。好，入剩最後一隻，開跑咗啦。7號有啲慢閘㗎，我帶咗出嚟應該係3號奔放有熒光同心同夢包裝戰士滿心星風神發財先鋒君子傳承。咁啊帶咗頭噶啦，而家就奔放帶領緊，跟住出邊嘅包裝戰士留得有啲辛苦喎，跟住後邊嘅咧就係有熒光，出邊嘅滿心星，中間嘅同心同夢，跟住後邊黐條能夠封神發財先鋒青雲龍區，好頭段25秒82嘅，好放咗頭啦，而家係奔放嘅，跟住就係包裝戰士出邊嘅滿心星，然後黐住條欄嘅有熒光，中間嘅同心同夢，再後少少黐條欄嘅啦，封神出邊嘅發財先鋒，再後啲青雲龍區啊，第2段24秒13啊，帶咗頭仍然係奔放嘅，滿心星啊上嚟黐一黐佢，後邊跟住嘅咧就係包裝戰士，後啲啊黐條欄嘅有熒光，出邊嘅同心同夢，再後少少黐條欄嘅封神發財先鋒，然後青雲龍區，好第3段22秒98。帶頭仍然係奔放，滿心星黐唔黐到佢咧，都有啲一係騎住去黐佢喎。再後啲啦，包裝戰士黐條欄嘅有熒光，同心同夢發財先鋒上緊嚟，封神君子傳承。好，轉緊彎，準備入直路啦。滿心星過唔過到隻奔放咧？然後出邊嘅發財先鋒上緊嚟，做咩啦啦咳咳喎？封神係啦，發好位啊！財先鋒跟住君子傳承。
君子傳承發財先鋒出邊11，火焰閃爍11110。封神咪冇位啊，呢個穩住第三噶。11110。我話俾你聽，揾位啊！呢啲係食屎食着豆咧，唔飛得嘅馬嚟嘅。爭啲勝隻中大啊！12你揾咪揾到？揾唔到咋？冇辦法，佢嗰個檔係啊，3號，我堅信自己冇睇錯啊！佢係一個好大頭嘅攬會輸嘅。咁當然亦都有睇低咗隻有形光啦，可以捱到落尾啊！11110。話晒中3重彩啊！係啊，11號16倍嘅喎。哇！變下身得唔得啊？11110三重彩，咦？我哋依家三重彩應該係好好分嘅噃。時間仲好快添啊，跑得。你而家估佢1號仲有冇啊？相對嚟講咧，肥嗰隻咧輸嘅機會會大啲嘅，未必可以跑到第2鋪。所以咧，你見到阿布文啦，一路都知你班傻仔放噶啦，10號都把握機會嘅，但係冇阿布文引得咁好啊，所以跑唔到上嚟嘅。即12號跑第5啊！你睇下11號照板煮碗，跟住你布文，有目的之下跑咗個第2，最慘就係嗰個封神你見唔到？冇位啊！係啊，一路俾阿潘頓喺度頂住個位，呢度啊，又帶唔到佢上去。而家賣欄黐住第3隻啊，粉紅色衫黃帽啊！最好係見到拉到出嚟1號仲有啊嘛！屌嗰啲包裝戰將真係嘥晒啊啲馬，大家要集低佢。咁而家睇翻喎，係啊，跑得最舒服咧係布文喎。你要信一樣嘢，我女朋友成日講，嗰日個騎師有運氣咧，真係騎乜都可以開條路㗎。11號啊，係啊，隻11號就12號係冇位啊！哎呀，喂翻版個 Q 喎，巴道唔係班德禮搭布文喎嚇，係啊。好，贏馬嘅1號到贏派111個半，位置派32蚊，我哋中啊！第2名11號，位置派40蚊，跑第3名10號，位置派38蚊，跑第4名嘅係5號，連贏1搭11派725蚊，二重彩1搭11派1304蚊，哇！三重彩11110係13296蚊，位置 Q 1搭11係派212個半，1搭10係派152個半，10搭11係派229個半。